翻嚟新聞時間，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日前改變近年做法，話學校可以接受書商贈送嘅清水版教師用書。連日嚟書商都堅持教師用書嘅開發成本高，認為學校要自行購買，唔會減價。有校長亦都認同，書商應該向學校贈送清水版嘅教師用書，附送清水版嘅教師用書，學校可以因應需要自行購買額外嘅教材。由朱恩培報導。教育局要求書商將只係包含課本中題目答案同埋一啲教學重點，稱為清水版嘅教師用書送俾學校。書商就重申，教師用書開發成本高，教學生用書貴2倍半至3倍，唔會免費送出。教師用書有一個價錢，如果學校覺得有用，你咪買咯；學校你覺得冇用，其實亦都唔需要買嘅。但係呢一方面其實亦都唔需要叫出版社佢去送嘅，因為呢一個其實如果送咗之後個成本，到時家長會唔會又話俾我聽啊？你羊毛出在羊身上。有電台聽眾就不滿教科書每年都加價，好不滿啲印刷商呢。年年都借題發揮去加書價，喺我哋嗰啲普羅大眾嗰啲家長嗰度呢，將我哋變成一個人肉嘅提款機。書商話今年課本加價幅度低於通脹，唔認為係加價。有校長就認為書商應該免費向學校提供清水版教師用書。我覺得你買一本教數學嘅呢個嘅即係課本俾學校，你出一本咧有答案嘅一個教師用書俾學校，呢個係好合理一個嘅安排嚟嘅。咁但係若果將嗰個嘅即係清水版教師用書係冇嘅，就要學校一定要買一個咧，即係一係就唔買，一買有一個完備嘅成套嘅即係教材，或者嗰本叫教師用書嘅話咧，咁學校要花嘅費用咧就會好昂貴啦。佢話：如果書商要求學校買教材，校方可能因此要削減資源。如果教材太昂貴，老師可能會用舊教材，甚至需要自製教材。校長就話咧，臨近學期尾，老師都要開始做下一個學年嘅財政預算案。不過由於書價到而家都仲未定得出，咁所以咧做預算嘅時候都有困難。亞洲電視記者朱恩培報道。今次嘅風波係源於星期一，教育局喺公布新學年嘅適用書目表前夕，突然向書商話容許學校收取免費嘅教師用書，引起書商不滿，更加即時撤回書價。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話：咁樣做係要俾公眾睇到書商係點樣定價，強調政府唔會為書商嘅利益包底。教材包羅萬有，教育局局長孫明揚重申，只係要求書商免費提供清水版嘅教師用書。教育局會撥款俾津貼學校購買其他有需要嘅教材，但係就提醒學校要小心選擇，唔好為書商製造藉口。佢如果係將嗰啲其他啲教材、其他嗰啲冇用嘅嘢擺埋一起，然後定一個好高嘅價錢嚟賣俾學校。咁樣變相咧，就係由佢出材料，學校就買，就由教育局去包底。呢個咧，我哋係唔容許嘅。原定喺星期2公佈嘅適用書目表，因為今次嘅風波，延至星期5公佈。書商最終維持原有書價。教育局突然要求書商免費提供教師用書嘅原因，孫明揚親自揭曉。如果今次我哋唔係咁做，大家咧就唔會睇得清楚書商究竟係如何定價。假如係早2個月佢哋未定書價之前呢，我哋叫佢送教師用書，好大程度上咧，佢哋咧就係會將所有嘅成本咧係轉嫁俾家長。呢個咧就會係提高學生課本嘅價錢，然後咧佢哋會用通脹啊、燈油火蠟做藉口啦，到時大家咧就唔知道點解咧啲價錢咧係會高咗。佢話事件再一次證明教科書市場嚴重扭曲，強調政府係決心打破壟斷，唔容許同類事情再次出現。曾任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嘅後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認為，教科書出版商應該直接向學校同埋家長溝通，清楚解釋教科書成本上漲嘅原因，唔應該單係靠教育局。吳秀華報導。
羅范椒芬接受國際台時事中環節目訪問，佢透露教科書出版商曾經喺後任特首梁振英競選嘅時候，向佢哋解釋教科書成本上漲嘅原因。出版商更加委託獨立機構做調查，話家長花喺仔女課外活動嘅錢，比起用喺教科書嘅仲多。羅范椒芬認為應該有一個平台俾相關各方一齊討論，而唔應該單靠教育局。但佢唔評論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嘅做法係咪有問題。Parents and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need to face the publishers, and we should bring them together so that they can exchange views in the same forum and not through EDB。而羅范椒芬出席網上電視台節目嘅時候，重申梁振英期望將來嘅問責局長能夠走入群眾，多接觸傳媒。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亦都唔例外，佢哋嘅身份同埋角色將會轉變。政策就唔好到臨到尾，即係要出街啦，先至去俾文件佢，就要佢拍板咁樣，咁就變咗佢橡皮圖章。佢參與度如果能夠高啲嘅，咁佢變咗正所謂個 ownership， 即係佢自己都覺得有份提意見嘅，咁佢都可以即係發揮得更好咯。已經多次表明唔會加入下屆政府嘅羅范椒芬話，未獲邀請加入行政會議。咁若果獲邀請，佢會考慮。亞洲電視記者伍秀華報導。有關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羅范椒芬嘅訪問，將會喺星期日夜晚8點國際台時事中環節目中播出。陣間翻嚟會報導，涉嫌舊年喺湄公河劫殺中國13名船員嘅主犯被引渡返中國受審。上水有10幾個小學生懷疑食咗供應商提供嘅午飯同埋水果之後唔舒服，要送院。光輝歲月，亞洲電視55週年，香港第一間電視台，全球首間華語電視台。中國體操協會主席高健先生題詞，龍勝虎躍。張柏芝喺內地出席宣傳活動途中忽然